我係鏘鏘，我而家係今次錄呢個片段係想講一講咧庫斯克嗰個問題嘅嚇。咁今朝我睇到明報就報咗啦，庫斯克咁間學校就俾呢一個即係周融嘅幫我出聲搞啦，跟住蘋果都跟進報導嘅。咁我睇到件新聞嘅時候咧，我係掟掟電話，嬲到掟電話，掟爛咗個電話啦！唔知即係大家睇唔睇到？個電話其實冇爛到嘅，即係呢個係一個玻璃嘅 mon 貼，咁我就即係掟裂咗，即係可以換嘅嚇。咁對上一次即係用電話睇新聞嬲到掟電話咧，就係即係14歲粉筆少女嚇俾黑警拉過一次嚇。咁我要利益申報一下先，咁就我喺即係過往2-3年啦，係喺幾次唔同嘅場合咧，係都見到庫斯克老師嘅，佢亦都知道我叫楊繼昌嚇，咁所以就係當中我哋有即係交談過，咁可以話係相識，甚至可以話係朋友嚟嘅。咁今朝睇完新聞之後咧，我係有猶豫過，有考慮過即係去 share 喺 Facebook share 單新聞本身呢個行為咧，我都有諗過，即係去張揚呢一件事情對庫斯克本人嚟講咧係有好處定係有壞處？因為我本人咧都係曾經喺中學教過書嘅，咁我都大概理解即係學校嗰個情況係點樣樣嚇。咁即係之後都決定 share 咗，甚至而家決定講呢件事咧，咁就個考慮咧，我一陣間再係會同大家去講嘅係。咁如果即係大家仲未知道發生咩事咧，我而家先交代咗件事先。咁根據即係明報同蘋果嘅報導啦，咁樣樣咁，因為庫斯克就喺香港01嗰度即係寫文，就係即係當然就係講緊即係七警同埋呢一個即係上個禮拜3嘅撐七警集會嘅事情啦。咁就惹嚟親建制團隊不滿，其中幫港出聲，不單派出所謂記者到佢嘅學校要求校長回應，甚至派人到校監杜仁廉醫生嘅診所追問，並指責校董會和學校各自為政，質疑該校縱容黃色教師在校內播獨。呢啲已經全部都係文革嘅語言嚟㗎啦，係咁校長咧，呢個鄭德富就指呢一個庫斯克係稱職嘅老師，對方享有言論自由，而個人身份發表評論咧，校方不會過問。佢稱自己政治中立，希望學生能夠喺寧靜校園內學習。咁校長係回答得好得體啦嚇。咁但係咧，教育局則稱會聯絡校方了解事件，又指社會對教師操守期望十分高，教師應注意言行，為下一代建立良好榜樣。咁教育局而家就係冇事揾嘢嚟做，咁即係除咗針對呢個庫斯克之外，我哋見到即係前2日嘅新聞就係要幼稚園開始就唱呢個幼稚園教學指引，要喺幼稚園入邊唱呢個普通話紅歌啊嘛。咁大家可以諗下，即係第日林鄭之後嘅教育局會變成點啦？咁其實而家咧，即係呢個即係周融嗰邊咧，就係即係對住庫斯克咧就開盡火力嘅。咁庫斯克其實喺上個禮拜就已經有網友就話佢已經 account 已經揾唔到，唔見咗㗎啦。咁包括就係咧，你見到咧，大家認住呢條印度佬呢個褚簡寧呢個 HKG 報就喺度專登整嗰個標題就係話呢一個褚簡寧串爆庫斯克黃媒港警納粹論，偽君子示弱香港太久了咁有呢個2741個 like。呢個 reaction 啦，唔知 like 嘅有心心同埋笑笑嘅係，咁同埋有363次嘅分享嘅 share。好啦，咁但係即係呢件事本身唔係淨係單止係牽涉即係周融幫港出聲，或者佢嘅呢個香港支部嘅係，仲有一個人，嗰個人叫做黃洋達。黃洋達喺2月26號10:13喺 Facebook 已經出咗個咁嘅 post 嘅。雖然庫斯克經常講大話、顛倒是非、抹黑我同熱血，佢哋成班左膠亦有去嶺南搞國師，令陳雲丟失教職，
但現在庫斯克被土共搞，佢自己又怕死，乜嘢社交 account 都集晒咁嘅情況，其實大家應該聲援佢。可惜我已經冇再領導社運組織，否則我一定動員組織去庫斯克任職嘅學校拉 banner 支持佢，表明佢係支持香港獨立嘅戰友，盛讚佢係港獨派第一件筆等等。當然同時要開街站喺佢校門前籌款，要求佢嘅學生好似黃絲支持胡鬚曾咁，用鈔票當選票，用籌款數字嚟顯示民意力量。可惜我已經唔係組織首領，而且去咗日本旅行，所以黃絲們靠你們勇武起來了。請不要讚我大愛，我只是講出心裏説話。留言説我風度大將之風，以德報怨，公道感言等等就可以了。咁黃洋達講完呢番説話之後呢，你就見到周融幫講出聲，啲人就真係去庫斯克學校嗰度搞庫斯克啦。OK， 我唔知即係熱血即係時報嘅人，以前就話即係熱血公民嘅人，即係去到即係抗爭現場有咩事上嚟嘅話，就拎出熱血時報嘅記者證啊嘛。咁而家熱血時報有乜事上嚟，佢哋嘅記者係咪會拎出香港 G 報或者幫講出聲嘅記者證咧？係即係香港 G 報同呢個熱血時報，簡稱呢個熱血 G 報嘅合流，由呢一個林鄭競選開始就已經好明顯啦嚇。咁一邊就影到呢一個即係國家去呢個林鄭競選辦，另一邊就影到呢一個李嘉誠去中聯辦同一日。咁而家咧黃洋達打完開口牌之後咧，即係幫講出聲，周融就即刻有行動去學校，去庫斯克間學校嗰度搞佢。咁呢樣嘢就係我希望喺度同大家即係點出嘅即係一個情況。咁我講翻係我嗰個考慮啦，就係我即係因為我都係主要即係同庫斯克即係喺 Facebook 嗰度有啲可能有啲交流啦，係咁佢 Facebook account 冇咗，咁我揾唔到佢。咁我就覺得係喺呢個時候咧，因為傳媒已經報導咗啦嚇，我就算唔 share 都其他即係朋友、網友或者熟悉庫斯克嘅朋友都係會已經係即係起哄啦，係即係好火滾啦，係傳達呢個即係庫斯克俾人搞嘅消息。咁所以就我嘅諗法就係咧，其實係與其就即係當然我知道即係學校或者係庫斯克本人，即係作為即係香港喺教書，即係就算係幾開明學校都好啦，係即係牽涉入即係當俾主流傳媒報導嘅時候嘅話咧，都係即係大家都係想息事寧人嘅，係咁而家校長可行，校長就頂住，咁校長頂得住，咁就係即係庫斯克當然冇問題啦。咁但係校長個壓力就自然去咗校長度嘅，係咁所以校長都可能要向即係佢嘅即係校董會嘅交代，總有啲即係校董係即係畏首畏尾，係覺得有問題，可能會要求即係校長有一啲相對應嘅行動嘅，係咁我覺得就係勿以善小而不為啦，係呢個時間就係要俾到校方或者校長係見到其實係即係大家係覺得而家佢呢個回覆，甚至呢個庫斯克本身嘅行為係完全係即係冇做錯到冇問題嘅嚇。咁我自己個人我就點做咧？我就係啱啱我寫一封信，我寄咗㗎啦，寄咗去庫斯克學校嗰度，就寫俾校長嘅。咁封信係咁寫嘅，就係好短嘅，即係鄭德副校長台監。頃月媒體報導，得悉貴校有老師因公開評論警務人員操守而受流民滋擾，所幸校長先生無懼惡勢力，出言守護常識，維護老師尊嚴，教人敬仰。社會對警察操守有十分高嘅期望，警察應嚴守法紀，為下一代建立良好榜樣。老師撰文關注警察操守，實是盡言教之責，何罪之有？為社會近年賞惡罰善漸成常態，令善人沮喪，正直嘅言論亦都隨之凋零萎縮。下一代能否明辨是非，我等市民憂心忡忡。然而身處亂世洪流，貴校老師能言正事，校長先生能道義相庭，
於今日之教育界乃至本港社會而言，實屬彌足珍貴。尊此報義，並候公期。市民楊繼昌，2017年3月2日。咁我覺得即係寫封信去支持校長，等校長如果有即係頭先所講嘅啲校董會嘅人士喺度出聲嘅時候，你都可以有一啲即係叫做支持啊，係咪先？所以封信我都寫得語氣比較平淡嘅，即係唔需要咁激烈，即係令到覺得即係個政治色彩係太過之濃厚嚇。咁亦都希望我覺得係可以即係大家如果有時間嘅話，可以用唔同嘅身份，即係我用市民嘅身份啦，即係大家可以用家長嘅身份啦，或者係教育同工嘅身份咧，係寫信俾校長，咁就即係讚賞或者係支持佢咧喺今次事件上邊咧係堅持原則嘅嚇。咁呢個係我個諗法嚇。咁我唔敢講係呢一個判斷係咪一個好好嘅判斷，但係我覺得真係要即係做一啲嘢啦嚇。咁呢個第一步先啦。咁之後對住即係周融或者黃洋達啲咁樣嘅人渣係點樣反擊咧？我要再諗諗，係啦，諗到再話俾大家知嚇。多謝大家收睇呢一節匪夷所思。